晒馬。你這樣子欺負人了，也太黑了吧！我不是犯你的吧？你想把什麼都對我說？別把錢拿走！佢哋由福州嚟香港玩之前，上網用 credit card 喺尖咀重慶大廈呢間賓館 book 咗房。星期日朝嚟到先知過唔到數，於是俾8000蚊 cash 咯。由於上手未退房，佢哋又擺低行李去咗迪士尼玩。消息話當時仲有人睇過版添，本來都相安無事噶。點知夜晚10點幾翻到嚟，先嫌啲房唔夠大住唔落，仲一度夾住個管房唔俾走添啊！班友火爆到連自己有和事都鬧埋啊！幹嘛你要？他說一下再說嘛。你說什麼？錢拿出來，錢給他。你聽我說好嗎？說什麼？我剛才說到沒有，你他媽什麼話？你都不知道說你們錢拿去了，拿回去不是我們，他錢是我們的，錢拿錢不是我們還不住了，我們不住了，錢退回來還給我們，開開心心的去買2年前我們都要知道啊，在我們水底褲。就係咁嘈足5個鐘，管方話為咗其他住客決定係息事寧人，安排27張床同2張床。